下回除了围炉，食饱了后，有的人会去庙会拜拜，有的庙会办抢头香，或者是分钱宝的活动，有的甚至有机会会当摕到纯金的钱宝。围炉当日，真侪人规家伙仔到庙内拜拜。暗时除了规家伙仔团圆围炉，围炉暝也阁有一个真重要的活动，就是等主时开庙门抢头香。云林西里福兴宫今年按例举办抢头香活动，将会有不少民众来参加。今年头香的状元哈，我们有一块纪念匾。那另外我们有现金奖是9999，就是跟我们的美金红包都是加码到9999。所以呢，过年抢完头香，我们预计12点抢头香之后，我们就会来发送这个太平妈加持的开运美金红包。庙方表示，无抢到头香也无关系，庙方准备9999包的1块美金开运红包，互民众新年会当添好运。另外，发钱母活动也会吸引民众排队来领。北港武德宫准备的钱母小红包，随机揽字纯金金币，民众点灯也是春节发放活动，拢有机会抽到纯金钱母。我有甲300包的这个金币咱这个放入去咱这个20万包的这个钱母小红包内底面。台中南天宫今年围炉暝开庙门了后，同款有发放50块钱母的活动，有计甲往年同款现场人会排甲真长。要做这个头香的活动，那活动以后我们会有这个发钱母的这个开始的一个活动。庙方表示，去年春节有准备3000份的钱母，也毋过真无够，所以今年增加到1万份，希望互更较侪人摕到这份新年的祝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